新闻要来关心台中人的无奈。台中市有一间民间废弃物的清运业者，9月份因为违规几啊摆，和环保局提早废止的清运牌，就是无牌啊。业者无先通知就停止清这个粪扫，客户签约成立的这个清洁费用，伊嘛无要摕，造成社区大楼的粪扫呢囤甲满是，拢无人拼。业者甚至佫伫这个中华啦、租地啦、租厂房违法倒真侪废弃物，这个行为真正是有够恶真。 回收已经这样子半个月了，都没有人出来整理。规头壳拢粪扫，无人来清。台中市真侪公司、佮有大楼，拢会先签1年1摆合约，成立清粪扫费用予民间业者。不过粪扫满出来，无人来收，市议员候选人嘛受害。案件的被害人呢，屋主跟地主，然后还要花大笔的费用来清运这些垃圾。 不过，清运业者因为违规，4到7月封罚5摆，9月环保局提早废止清运牌照，后来业者都无预警停收粪扫，嘛无欠当初签约的清运金，受害人超过200人，损失可能超过2000万。业者虽然有先函文甲人客说明，不过环保局会照进前无先公告，民众无法度先应用。因为该公司尚未取得焚化厂进场资格，后续环保局即主动通知相关单位应该注意后续清理状况。 被害人指控业者毋但恶性倒去，无照合约清台中地区的粪扫，搁伫中华租厂房违法倒废弃物，现场拢是臭味，甚至甲人客粪扫等伫花坛山区公庙边的空地，居民无想要搁吞论。这都是粪扫场，到这的时阵，要泡茶都坐袂调啦，酸溜溜啦，有够歹味的啦。民众9月通报，警方和环保局展开侦办。现场发现现行犯3名，查扣车辆1部，那全案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移送侦办。两边加起来，初步判断有接近近100吨的一个生活垃圾，都移送彰化地方法院检察署来进行侦办。 粪扫对台中违法倒去中华行为真离谱，受害人提出申诉了后，已经进入协调退钱的阶段。不过，若是无法度和解，会提出告诉，惊司法定诉。